伫咧台中的立仁高中禁止学生之间谈恋爱，佮讲男女若牵手小揽，就违反校规，爱记过处分。佮讲这是犯着刑法，黑白讲来吓学生的。甚至伫咧学生去投诉了后，学校佮伫咧学校放送威胁这学生。毋过针对这个争议，学校是讲无这个实施禁令的事实，只是咧宣导要保护学生尔。 台中私人立仁高中有学生向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投诉，学校实施禁爱令。学校伫5月底的调会透过广播宣导，只要学校发现有学生有男女之间的互动行为，甚至是牵手，都会要求写反省单，也可能会记过。那学生事后也继续做着学校以广播方式呛声。明显是曲解法规的规定，竟然在学期末的时候，主任要透过公共的广播要求说，学生你应该要来办公室跟我直球对决。青民协指出，立仁高中已经明显违反教育部的学生奖天规定，对学校这款的做法，民众有无同的看法。学生会做还是会去做，你变成你限制成这样，只会造成学生更反弹嘛？其实是可以用引导的方式，可能胜过于直接禁止会更好。青民协认为，有真侪学生和学校定调的，身心承受真大压力。学校安怎会当知影投诉学生的身份？教育部甲台中市教育局都应该讲清楚。会再一次的函发给学校的主管机关，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导学校，那并且呢，请主管机关确实查处学校处置的一个适法性。立仁高中出面解释，学校并无实施禁爱令广播，也只是宣导男女互动的分际，佮提醒学生拄着困难会当透过管道向学校寻求协助。学校目前没有这种校规，如果比较常属于常态性的接触，或者是比较逾矩的话，就是会有家长这边来做理解。学校强调相关措施是徛伫保护学生的立场，并不是引起对立。教育部表示，会要求台中市教育局加强督导学校，若有涉及行政违事，就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